韭菜，一葉千年，未與道。韭字點樣來？原來佢個樣就好似一窪凹地上生住一叢叢嘅草咁。說文解字話，韭係象形字，意思係一種刺蔥，可以長時間生長，一葺葺咁割嘅菜。韭菜唔單止好食，仲好有地位㗎。《詩經·賓風·七月》有講：四之日期早，獻膏祭韭。意思係2月初要趁早用羔羊同韭菜來祭祀祖先，可見韭菜幾咁矜貴。唐代大詩人杜甫寫過一首《贈衛八處士》，入面有句千古名句：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間黃粱，講嘅就係老友久別重逢，冒雨去割啲春天最嫩嘅韭菜，煮飯嚟招待。韭菜代表住最樸實又溫暖嘅情誼。韭字由古到今寫法都好穩定，足見呢種蔬菜同我哋生活有幾密切。用羔羊同韭菜祭祀，除咗表示尊敬，仲有層寓意。春天到了，祈求祖先保佑新一年風調雨順，農作物好似韭菜咁生生不息。夜雨剪春韭，呢個剪字用得好傳神，唔係粗暴咁割，而係小心翼翼揀最嫩嘅部分剪落嚟，盡顯對老友嘅心意。新炊間黃粱，用新煮嘅黃米飯招待，冇大魚大肉，只有家常便飯，但呢份歷經戰亂離散後嘅重逢之情，比乜都珍貴。因為韭菜割完一葺又生一葺，古人重將韭引申為長久嘅意思。有個成語叫韭壽，就係祝人長壽。民間智慧話，正月蔥、2月韭，農曆2月嘅韭菜經歷過冬天嘅積累，係最鮮嫩最有益嘅時候，又叫喜陽草。由祭祀到詩歌，由字意到民間智慧，韭菜呢種平凡嘅蔬菜早已深深扎根喺我哋嘅文化同生活入面，生生不息。贈衛八處士，唐·杜甫。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間黃粱。呢兩句詩冇華麗嘅詞組，卻寫盡咗亂世中故人重逢嘅珍貴同樸素真情。春夜嘅韭菜就係呢份情誼嘅最佳見證。韭，宋·許及之。欲食朝三韭，終年氣韻清。一葵春雨足，翠髮剪還生。呢首詩好得意，詩人將韭菜種喺花園，同牡丹比較。佢話韭菜雖然被食肉者嘲笑，但自己就中意佢清雅嘅氣質。尤其係春雨過後，韭菜翠綠茂盛，剪完又生，呢種生命力先最可貴。將蔬菜寫出咁高嘅境界，真係妙。今日分享一道古早味嘅韭菜炒雞蛋。材料：春韭菜1大把，雞蛋2枚，豬油或素油適量，鹽少許。先將韭菜洗淨，切成寸段備用。雞蛋打入碗中，用竹塊順一個方向攪散。灶火生旺，鍋熱落豬油。古時講究鑊氣，豬油炒菜特別香。油滾落蛋液，快速炒散，炒到金黃色就撈起備用。跟住落韭菜，一定要猛火快炒，鎖住水分同鮮味。撒少少鹽調味，然後將炒好嘅雞蛋翻落去，一齊炒勻。記住，全程要快，由落韭菜到出鍋，唔好超過1分鐘，咁先有鑊氣。炒好即刻上碟，趁熱食最正。
效：溫中開胃，益氣補虛，春日食之，助升發陽氣。禁忌：同藥理禁忌，陰虛內熱及目疾者慎食。同學仔未完㗎，繼續話你知。韭菜全身都係寶，等我同大家分清楚。呢一株由葉到花到根都有唔同叫法同功效。呢個係最常見嘅韭菜葉，又叫喜陽草，性辛溫、歸肝、胃、腎經，有溫中行氣、散瘀解毒嘅功效。平時食嘅就係佢。呢種嫩黃色嘅就係韭黃，其實佢同韭菜係同一個品種，只係種植嘅時候唔見光，冇咗葉綠素。性味功效同韭菜葉相似，但冇咁燥熱，更滋陰潤腸。呢條係韭菜花，又叫韭苔，係韭菜抽出嚟嘅花莖，口感爽脆，辛香味濃。中醫認為佢可以活血散瘀，通絡止痛。韭菜籽呢個係補中寶，係常用嘅溫補藥材，性辛甘溫，歸肝腎經，主要功效係補腎助陽，固精子為，用於腎虛陽痿、遺精、尿頻、腰膝酸軟。最後係韭菜根，即係白色嘅鱗莖同鬚根，有溫中行氣、散瘀嘅功效。民間常用佢煲水，話可以治盜汗同跌打損傷。總結一下，韭菜全身各部位喺中醫入面都有唔同用處，睇下呢張圖就一目了然啦。我哋嘅講法並非空口無憑，李時珍喺《本草綱目》裏面記載得好清楚，韭葉熱根溫，功用相同。生則辛而散血，熟則甘而補中。呢度嘅補中就係補益脾胃嘅意思。知道咗功效，點樣用呢？好簡單，比如補腎嘅韭菜籽，可以輕輕炒香之後用來泡茶，對於腰膝酸軟、夜尿頻密有好處。不過記得要先諮詢中醫師㗎。而生韭菜葉因為有散瘀活血嘅作用，民間就會將佢搗爛，外敷喺輕微跌打扭傷嘅地方，可以幫助消腫止痛。呢啲都係流傳落嚟嘅生活智慧。現代研究發現，韭菜嘅辛辣香味來自多種含硫化合物，有助殺菌同促進食慾。佢含有豐富嘅維生素同礦物質，其中嘅鋅元素同傳統認為佢能溫補腎陽嘅功效，可謂不謀而合。不過記住，韭菜性偏溫燥，陰虛火旺，有胃熱或者有眼疾嘅朋友就唔好食太多啦，醫書都有記載㗎。記得服用任何中藥之前，最好先問過你中醫師。如果鍾意呢一期視頻，唔該一定要點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係留言區話俾我知，你仲想知邊一樣記中草藥故事。